这平安，咱别烦心来准备今仔日主日礼拜，请别得走到。恁无得惊吓，因为我甲恁三角之地；无得忍耐，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的确坚固你，我的确帮助你，我的确用我公义的正手扶持你。咱们来念圣诗，圣诗281首，圣诗281首。上帝即时临在，大家同心敬拜，伫主面前虔诚服侍。上帝伫圣殿内，大家恬静礼拜，心肝专一敬虔跪拜。独一真，拜上帝，信靠你免挂碍，阿乐你到万代。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万事万足。
心照靠，只可成主主的功劳。因就现在照照，我的灿烂艳耀，我愿何乐讨到北高，圣洁的高永远，万军的主领导，万里相会最高。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免来受苦，顶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上中国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一碟，咱要来启用，启用文伫圣诗圣诗后壁面第23篇，显着咱三角来启用，伫1039页。启用文第23，启用文23篇。显着咱三角来启用，着对上主唱新的歌，着对上主唱歌，学乐伊的名，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为上主极大，应该受极大的学乐。因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着从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着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世界坚固袂动摇。天就欢喜，地就快乐。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上主得来啊！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这条三角，咱下头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伫这炎热的热天，你搁伫你的圣日，你搁保守阮兄弟平平安安来到主的圣殿。阮共款要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主你。除你以外，阮无福气。用别个神替我摇花，伊的忧苦要哪惊天？因摇花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分野。我所应得的，你甲阮固守。阮着爱仰望摇花，毋通倚靠家己的熬。伫一切所行的事，着爱认定伊，着要想述阮的路。你也甲阮讲，叫我算家己的日子。会通得到智慧的心。阮当前兄弟检采有辛苦病痛，有讲袂出吐气，甚至有真侪艰难，有一个试炼羁绊。阮若要靠着主，伫患难中，阮也要欢欢喜喜，因为主你是唯一的倚靠。当阮信仰有犹豫，有人心倒退，阮若拍门，你就甲咱开门。因为除了你以外，
天的人间，你无输了别名，会当通靠着得救。阮伫选举其中，阮看社会济混乱，求主你有公平加正义伫阮当中有和谐的社会。阮也看见世界伫济有极权的国家，因的侵略的野心，并且用因的能力超越比上帝较高，做了攻击的代志，甚至有人为着战事来死亡。求主你也安慰有和平的使者来保守看顾。阮的讲坛愿主你坚固，会透过牧师的道理的分享，会当互阮了解耶和华的律法甲法度，因为耶和华的律法超长，会互人的心神活起来。耶和华的干净确实会互戆人有智慧。阮也看见阮当时的兄弟有济无伫阮当中，阮也少年因，无论阮的亲人朋友共款，伫主你面前，阮也献求阮的恳求，毋通共款透过今仔日，奉主你的名来甲教会的兄弟共款，甲因拢会当无论出入，拢会当得平安，也享受主的赐福。阮短短敬拜，阮的灵入伫圣殿，求主你安慰阮，无互魔鬼做工，短短敬拜，芳芳的坐到你遐，求主你甲因降力。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庆祝名来求，阿门。这条赞美圣歌队，咱着对主唱歌。咱着对主感谢，快乐吟诗来尊重。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这条咱要来看圣经，记载伫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到16节。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到16节，和合本记载伫271页，汉语本221，现代译本伫298。现着我来读《以弗所书》第4章，我用汉语本来读《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所以我点伫主做受犯的劝令，惊代志着合伫所受的条，
凡事谦逊、温柔，用吞忍伫仁爱相宽容，用和平相结连，得以守圣神所赏赐的合一。因为体一个，神一个，亲像领受掉的五芒也是一个，主一个，神一个，洗礼一个，上帝一个，做正人的爸，伫万有的顶面贯穿万有，点伫万有的，总是用恩典，互咱逐人照基督恩赐的分量。所以讲，伊升悬的时，就掠遐个受掠的，将遮个恩赐分互人。既然讲伊升悬，兼毋是伊捌降落伫地下第10节。伊个降落的，就是遐个升悬伫遮天的顶面，要充满万有。伊所赏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先生，为着要互圣徒招庇来做车用的工，去做基督的身体，直到伫咱正人的信，以及捌上帝的囝来合一，到成一个完全的人，到得着基督的充满来长成迄般，要互咱无搁做囡仔，互逐样驾驶咱的风摇带漂流，中着的人诡计甲瞒骗，得到互人参谬的法术，是点伫仁爱讲话真实，互咱伫万项渐渐大，到伫迄个最头的，就是基督。16节，对伫伊全身的结合联络，就是对百节的三接应，对逐体该然的运动，直到身躯那长大，伫仁爱家己去做。即点，咱要讲道要请牧师，题目是共同的信仰使命，这是咱共请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厝里若有囡仔有孙的，就知影7月开始了后就是暑假所以对伫学生来讲暑假休热放假真快乐但是对咱需要照顾囡仔的到伫暑假就头疼拢爱想足侪活动，爱带囡仔出去佚佗你若无带伊出去佚佗，规工伫厝内底，拢伫遐滑手机若无伫遐耍废所以讲会当讲休热对伫咱需要照顾囡仔的，无论是顾孙，还是讲顾囡仔、顾查某囝这拢是真大的挑战，体力真大的挑战所以我见人中可能有人甲无顺共款精神无介好啦，主要是要讲一点啦不要紧咱其实伫礼拜堂中间讲到最近即几工台湾算做上热的时阵咱中昼的时甚至会超过38度、39度咱拢知影嘛所以咱中昼咱若身体较无好的，上好莫出门，因为迄个外口的温度比咱身躯的温度搁较悬咱真容易就是着沙若无就是迄个身体无爽快但是天气热就上到讲，即嘛讲着讲咱无应该做礼拜，即马做礼拜精神无好，为虾米？咱敢会记起40-50年前礼拜堂教会礼拜堂罕得有装冷气的时代，40-50年前敢有印象？迄当阵做礼拜无冷气的迄个热天窗仔拍开，然后内底有诶较好，有迄个电风安尼吹当然真惊就是牧师讲道迄个过会去电风吹飞四围拢是但是咱想着过去做礼拜迄当阵礼拜堂客满无冷气，窗仔拍开的迄个情景迄当阵嘛真热，但是迄当阵条件无遐好，但是大家认真做礼拜。咱今仔日有冷气，座位即嘛符合人体工学的椅无像以前迄个礼拜堂长的迄种
迄个礼拜堂迄种差异啊，咱即马会当讲做礼拜比以前会当讲搁较舒适，所以讲咱毋茫讲咱伫遮尔舒适的环境中间，空间美、气氛佳，还有冷气开放，所以咱毋茫讲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主上帝。咱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咱先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满满的主上帝，愿感谢你，互阮会当对伫读圣经，阮领受到你对阮讲的话。但是伫以下圣经信息的分享中间，阮犹原恳求主你的圣神带领阮，开阮的目睭，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对伫阮所读圣经的话语，亲像你对阮讲话共款，互阮信心哪坚固，互阮伫生命的中间，无论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得到造就。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落去兄弟，咱即几礼拜的圣经信息分享，咱拢主要去看以弗所书。伫以弗所书内底讲到真侪，就是咱基督徒活伫团体中间，要安怎来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当然，对一寡人来讲，对伫活伫现代社会有侪的影响着咱的生活，侪世俗的价值观，有侪杂事，互咱会感觉好亲像要照着圣经的教训来生活，不但是无容易。有时阵你会感觉讲，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咱即几礼拜，咱做伙读使徒保罗写互初代教会以弗所教会的批信。使徒保罗一再提醒咱的，就是若毋是圣神伫咱的生命中间来做工，咱无办法完全顺服伫天父来带领。咱毋是咱比人较敖，毋是咱修养较好，毋是，是因为圣神伫咱的心中来做工，互咱会当伫逐项世俗的影响下面，咱犹原跟对上帝来活。咱犹原学习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教示，咱来做。同款的，若毋是圣神做工，咱也无可能通领受到照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所带予咱来得到丰盛的生命。这是因为圣神去做工。所以咱回想40年前、50年前，以前其实礼拜堂内底嘛真热，伫热天的时阵，但是咱的信仰的前辈，咱的士大人迄辈，也是讲咱的阿公阿嬷迄辈，因是怎样有迄款的热情，伫热天犹原伫遐做礼拜。就算讲无冷气，有时阵有的教会连电风拢无，但是大家犹原渴慕来做礼拜，来敬拜上帝。这就是圣神的感动。伫以前迄个资源欠缺的时代，咱的信仰前辈因犹原愿意伫上帝的工、教会的事工顶面出钱出力。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圣神伫因的内面做工。所以咱即几礼拜，咱拢喺思考的就是基督徒生活中间有几若个关键。基督徒生活的关键。所以咱
咱上早咱有讲着，讲关键是啥物？锁匙。你若锁匙毋对，你无可能甲即个门拍开来进入一间厝内底。锁匙若毋对，咱无可能进入一间厝，门无可能拍开，这叫做关键。基督徒生活有几若个关键？第一就是上帝的恩典，咱靠着圣神来得到新的生命，这是上帝白白收赐咱的。过来咧，上帝的大权能是赢过人所通想象。上帝的大权能是会当赢过人所想象，所以上帝伫咱生命的中间，用人所无办法想象的方式来成就伊的旨意。所以上帝的作为常常互人跌破眼镜。过来，咱今仔日要特别探讨的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爱伫人甲人的中间来活出信仰。爱伫人甲人的中间，基督徒生命无可能靠伫山顶伫遐搭一个草寮啊，伫遐修炼就会成仙，毋是。咱无即个咱基督信仰无即套，毋是。咱是爱伫人甲人的中间来活出信仰，伫人甲人的中间，咱活出基督徒的模样。但是人甲人中间加减落一寡问题，所以有一句迄个英语的谚语叫做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什么意思？人若伤过熟了后咧，煞好亲像会彼此看轻。所以即个汉文中间有一个俗语，叫做“亲不尊，熟生灭”。亲不尊，熟生灭。意思是啥物？当人甲人愈熟了后，就开始会好亲像无互相去尊重啊。亲像讲咱伫家己的家庭内底，敢是安尼？就话起话都有开始啊。若无咧，讲话就袂安尼讲话遐尊重。你就袂用你伫公司对待你的顶司讲话的方式，转来厝里甲太太、甲先生伫遐讲，甲囡仔伫遐讲，也是做人囡仔的，无可能讲伫学校甲老师讲话的迄款报告老师，然后转来厝里，启禀父亲大人，迄敢若演戏的安尼啦，敢若演戏的安尼，这叫做亲不尊，熟生灭。所以我会记以前电视剧、电视演迄个连续剧，我捌有一个情景是安尼，一个小男生，伊想要甲伊的女朋友分手，伊就想讲，好，我平常时甲女朋友做伙，拢保持良好形象，风度翩翩。伊讲伊想要甲伊女朋友分手，所以就故意伫迄个约会的时阵，伊就乌皮赛，本来想讲安尼，伊的女朋友会感觉讲形象破灭、人设崩坏，就甲伊分手，甲即个小男生分手。哪知讲即个小女生真巧，伊讲哇，你伫我的面前展现真实的自我，所以我们感情稳定了。哇，阿刷这个有即个片段啦，我有印象有即个片段。但是这就讲到人甲人亲近，哪亲近，你就开始袂遐尼用迄种社会上迄款的尊重的态度来彼此对待。但是伫团体的中间，尤其像教会即款信仰的团体，有时阵咱就爱真细腻。真细腻是讲咱爱有心理建设啦。有时阵咱大家真熟啦，咱熟识几若10冬啊，佫伫平伫教会内底，大家诚做主内兄弟姊妹。所以有时阵咱检查，袂亲像是社会上安尼，大家真好咧。
有时阵讲话会较直接，有时阵咱若是迄个算做受伤的迄方面，咱有时阵安尼想，安尼心情会较好啦。就讲大家太熟啦，所以就无考虑着，无亲就伫社会上考虑遐济。致到讲有时阵可能讲话会较直，也是讲有时阵做代志会较无遐尼体贴。有时阵咱对人，咱就爱细腻啊。有时阵咱真识无毋对，但是咧，咱有可能嘛莫想讲真正熟到迄个程度，礼貌拢无顾，也是讲熟到迄个程度，咱无考虑着讲咱的行动，咱的即句话会伤着别人。这是双重拢爱想的。一方面，咱莫想讲咱大家遮尔亲密，做伙成做一间教会的兄弟姊妹，咱莫想讲别人的一句话，别人的一个眼神，别人一个行动，你就感觉哇，我无受到尊重，就藏伫心内。有时阵这是亲密的表现，但是一方面，咱对别人有时阵也爱反省，有时阵敢是因为上过亲近所以咱无考虑着讲对方嘛会受伤咧，所以这是一个真微妙的所在。人际关系本来就真微妙，毋是数学的公式你计算一下1+1=2，无人甲人中间绝对无1+1=2，有时阵1+1=3，有时阵1+1=1.5，所以这是值得咱来思考的。讲到共同的生活，基督徒要活出共同的生活，这点咱爱会记住。亲不尊，仇生灭。但是咧，你若讲你烦恼讲受伤，所以你甲正人保持距离，哇，安尼，我想咱嘛袂较好过啦。因为可能无偌久，人就讲你拍招呼拢毋爱甲人拍招呼，你感觉甲别人大家人拢有距离。同款会受伤啦！你互人安尼讲，同款久了后，人甲你疏远啊，因为甲你拍招呼，甲你说hello你拢安尼有看到没看到？所以这咱爱真细腻，咱爱真细腻，因为人是感情的动物，人是感情的动物，人毋是即个说一就一，说二就二，搁来教会，毋是军队，毋是讲即个班长，甲你话讲蹲下，你就蹲下；站起来，你就站起来。无教会毋是安尼，家庭毋是安尼，甚至你工作的所在也毋是安尼。军队迄是军队，你平常是生活是生活。所以咱也无可能因为烦恼会受伤，你甲大人来保持距离。更较重要的，以弗所书4章的前半段所讲的，圣经也毋是教咱安尼做基督徒，甲正人保持距离，因为你惊别人无尊敬你，你就甲正人保持距离。那叫做距离感，那叫疏远，迄毋是尊敬。基督徒应该爱做的是啥物？咱爱运用咱所经历过上帝的恩典甲慈爱，然后咧用上帝的疼来彼此相疼，用上帝赦免的恩典，咱有时阵也莫伤过计较。咱爱做伙活出属灵的生命，所以，咱若伫教会久长，咱就知影，有时阵为着开冷气无，冷气爱开几度；有时阵为着讲电风，有个人需要电风来吹，因为高楼寒；有个人惊吹风，惊头痛，这会当讲对伫基督信仰传来
台湾对伫开始礼拜堂会装电风、装冷气开始，为着即项代志吼，大家三战几若十冬啊啦，甲伊保证。哦，为着即种代志，哦，3不5时就开始哦，电风要安怎吹，冷气要安怎吹，爱开冷气爱开窗啊。有时阵咱想想诶，咱大家聚会一遍，上加点半钟，啊点半钟你拢袂当吞忍一下，对无？啊，吼，你若惊吹风，你着即个吼位置小换一下，忍耐一下，即遍大家让即遍你让别人另遍，别人嘛会让你啦，所以讲到即个共同的生活，咱着用咱切身，也是咱经验过的。有时候咱想想诶，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啦，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活伫世间咱爱吞忍的代志介济啦，咱若工作的时阵，拄啊好，主管换人，哇，你若几若冬，你无好过，但是咧吞忍。然后有时阵咧，囡仔搞怪，咱知影青春期吞忍嘛，那即几冬尔，即几冬过了后，伊就大汉啊。连讲你想要互囡仔来落，嘛无人甲你落啊啦，甚至你爱阁拜托伊，即个过节啊，敢要转来，爱暗示，敢要转来，也是讲厝顶有啥物物件，你敢要转来摕，你若到迄个即马互囡仔吞，落真。心情真无好，你爱想着即点，搁落嘛无几冬，吞忍就吞忍，有时阵真正人甲人中间加减，嘛是爱有学习吞忍，我想安尼，大家共同生活会搁较快乐，真正会当体验着真侪快乐的代志，所以讲到即个亲密切的人际关系，咱爱思考的时阵多，常常有人误会讲咱大家要共同生活，所以咧爱互别人照着家己所意爱的方式来活，这叫做共同生活，所以咧，你就认为讲像讲是厝人，咱这讲到烂的例，为着即个起膏，迄个牙膏啦，要安怎折，有时阵都会起背面伫遐冤家，有的人就是讲你爱折甲真水，对即个尾开始折，有的人来讲好用就好啊，无差嘛。反正一支一条起膏无几箍啊，安尼省。有的人讲你爱对后壁折，然后咧，你会当用了。有的人对中折，讲方便就好，留一丝丝啊，袂要紧。为着即个挤牙膏，煞伫遐冤家嘛真多。有时想想下无啥物啊，无啥物，为啥物到后来煞变做讲为着对方甲你同款的生活的习惯，伫遐的冤家，这毋是，因为有时阵做即种小代志，反倒当破坏了彼此的关系，甚至你硬要对方来改变成做你的方式，这根本毋是真正的听甲接纳。有时阵这变做是为着民主，有时阵是为着争赢。争输赢，这毋是听，毋是接纳，所以安尼讲起来，咱基督徒要怎样来得到合一？咱怎样来活出共同的生命？咱要做伙怎样来共同生活？所以今仔日咱所读以弗所书的4章第2节、第3节，就讲啊真好，讲爱凡事谦逊、温柔，用吞忍、仁爱、宽容，用和平、结连，
地以圣神所修事的合一，圣神所修事的合一。所以咧，咱搁转来讲到，就是保罗伫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圣神所修事的合一，就在伫咱活出圣神轨迹的滋味。所以即个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莫搁陷入伫真侪即个基督徒中间，尤其遮个外教派，常常拢讲，咱长老教会无会讲圣神，咱长老教会甚至有人讲长老会无圣神。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咱对主日学开始教啦，对无？主日学的教材顶面，迄个插图，即个葡萄足侪粒，然后咧内底有即几粒。当然希腊文即个圣神果子，敢若一粒果子，是一粒果子有几若种的口味。即个希腊文，即个圣灵的果实，即个果实是单数。所以讲的是圣神，互咱的温数有几若种的层面，有几若种的方面，有几若种的口味，亲像水果内底，咱讲咸甜啊咸甜，酸甜啊酸甜，内底有酸味，有甜，有甜有酸，淡薄仔咸，安尼上介赞。咱咪讲伤重甜，煞感觉。食一喙就真野，若伤过酸，你根本就食袂落。爱有酸甜啊，酸甜，佮有淡薄仔甘，安尼是上好食的。共款圣神果子嘛是共款，你袂当讲挑食、吞忍无信息，安尼袂使。温柔无即个喜乐。变做啥物？这嘛怪怪。然后和平无节制嘛袂使，和平无忠信嘛袂使，所以缺一不可。这叫做圣神的果子。圣神的果子。所以仁爱、欢喜、和平、吞忍，即个慈悲、良善、善良、忠信、温柔、即个节制，这就是保罗所教示咱，什么叫做圣神？圣神带互咱有几若个层面，就是即个遮个代志。爱是一个均衡的基督教生活。你袂当人好，但是实际上心内根本就是假出来的，嘛袂使。你袂当讲坚持，你喙内底所讲的公平正义。结果私底下你的表现也无比别人较好，这无讲到什么代志，是无讲到什么人，毋是咱圣神的轨迹，就是一个均衡的基督徒生活。你爱逐方面圣神所带互咱，而且的基督徒的品格，咱拢爱渐渐来建立。落去兄弟，所以当咱知影伫团体生活中间活出信仰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咱会当搁进一步来体会到，就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实际上拢领受到无相款的圣神的温数。咱每一个，你我每一个。也是团体中间袂当欠缺的，所以咱中间有人，这水电啦，即个油漆啊，啥物拢会晓。咱中间也有人咧，读圣经，读带解释。咱中间有人口才较好，会当抒发。咱中间有人是歌声真好听，
所以咧，来参与圣歌队的服侍，咱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特别的圣神的恩赐。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也是咱教会中间袂通欠缺的。咱有人讲，但是我即马无参与伫教会即个有出名、有即个名的即个教会的服侍，我无咧，我是隐姓埋名咧。不要紧，你有基督的恩赐，伫每一遍教会聚会中间，你发挥你基督的恩赐，你为着今仔日的聚会来祈祷，你为着今仔日聚会参与服侍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你也是有团体中间，咱教会中间，你重要的事工参与，甚至你坐伫遮，你也是喺服侍，因为你互兄弟姊妹吟诗的声音搁较大声，你坐伫下面，你互台仔顶的讲道的牧师真大的激励，这拢是事工的参与，这也是发挥你的恩赐。所以，咱来讲到圣神的恩赐，上帝互咱基督徒的恩赐，咱会当用两个层面来看。咱讲恩赐，一般的恩赐就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有的恩赐，咱的灵魂得到救。上帝互咱加具换新，互咱活出新的生命。咱无搁活迄个旧的我，咱是用全新的生命来生活。上帝有手术咱伊的疼，所以咱有得到比数三疼的气力。上帝疼咱，上帝也怜悯咱，上帝也赦免咱。所以过去种种，实际上上帝已经互咱得到赦免，所以咱活出愿望，活出欢喜。因为无论如何，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拢互咱得到赦免。但是一款叫做咱特别的恩赐，咱每一个人有咱特别的恩赐。像我拄所讲的，有的人歌声好听，有的人熬吟诗，有的人会晓看谱，所以来参与教会的音乐的事奉，参与圣歌队。有的人读圣经、读解释，会当来查经的时阵，会当伫遮来分享对伫圣经的认捌。有的人口才好，所以咧会当伫讲台顶面参与诗会、圣经信息分享。毋是讲圣经信息分享拢是靠着口才，是讲至少家伫大家的面前来讲话，袂伫遐加着至少上低的限度，所以会当参与伫讲台顶面的事奉。有的人台语会当讲即个台仔顶服侍的诗会，也是礼拜的主理。台语袂晓念会当问的。咱每一个人有咱特别的恩赐，个别的恩赐，所以咱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恩赐，互咱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回应上帝的疼，来表达出对上帝疼的欢喜感谢。咱也会当用无共款的恩赐来服侍上帝，来服务众人。当然，讲到圣神的恩赐，咱讲才能，一个人有才能，伫社会上讲才能是啥物？会用一款利益来看，就是你有才能，你的才能爱伫世俗、伫社会中间，讲你的才能爱互你得到利益，所以咧。口才好的人去做业务上适当，赚大钱。然后咧，有的人体力好咧，会当用
体力的工作，然后咧，共款想着拢是发大财。有的人哦，有的人是头脑好，有的人有经营能力，就会想讲我运用我即款的才能，然后咧取得最大的利益。但是上帝呼召咱毋是安尼，毋是用即款利益、个人的利益来思考。上帝呼召咱，是为着互咱所对上帝得到的赏赐，通真做众人的祝福，互众人因为咱来得到祝福。上帝赐福互咱，是为着互众人会当因为咱来得到福气。所以创世纪12章第3节，上帝对伫亚伯拉罕呼召的时阵所应允的上大的福气，就是安尼。别人因为咱来得到福气，这是圣神恩赐对咱个人的意义。咱毋是思考我有即个才能，我得到什么利益，用我来思考。上帝呼召咱，是因为着互更较侪的人来得到福气。所以咱对圣神来得到的恩赐，是为着互咱整个团体会当成长。更较重要，信仰的团体会当成长，会当互咱伫即中间，咱会当更较成熟，咱会当完成上帝交托互咱的使命。这是圣神的恩赐。所以讲到成长，使徒保罗爱提醒咱讲，上帝爱咱，无搁伫灵命顶面搁做囡仔。上帝爱咱，无搁做囡仔，伫灵命顶面，伫信仰顶面。什么叫做囡仔？咱讲小孩子气，小孩子气。小孩子气就是自我中心，然后咧欠缺迄个定性，真容易互人影响。所以你看即个囡仔即摆的囡仔拢去互手机来影响，所以咧读册读无10分钟就开始手机滑呀滑，这叫做还袂大汉。当然我知影有一寡大人即摆嘛共款，代志即个像煮饭煮菜拢无专心，有时阵想着就去滑呀滑，结果咧煮饭煮菜臭火焦，这嘛即摆真多，也是讲即个有时阵明明就是用手机看新闻，但是看到即个连结，然后咧一条新闻可能3分钟就看会了，结果看到连结的去点下去，结果一点了3小时所以缺乏定性，容易被影响这即摆我感觉这是这个文明病了但是讲到小孩子气，这是小孩子气上明显的，就是容易被影响。讲到容易被影响，阁有一项，这也是讲到小孩子气是啥物？毋知影家己真正爱啥物，毋知影家己真正爱啥物，所以这嘛是算做业务师面对即款代志的一个缺点。我真讨厌人甲我讲随便，随便，中昼要食啥物随便。我的个性阁是安尼戆戆你甲我讲随便，我就真正随便，就莫伫遐甲我生气。这个这就是讲我真正你若毋知影家己做啥物你身躯边的人会真辛苦，因为规工爱伫遐要吃什么随便，今天要去哪里玩随便，若人家真的随便来，你搁伫遐生气，安尼就毋对咧。所以毋知影家己真正爱啥物，这也是即个小孩子气
即个囡仔今仔煞无来做礼拜，这我的大汉查某囝，我大汉查某囝啦，我大汉查某囝，认得出来啊，妈妈还无变啊，但是囡仔变真多，小孩子气，所以保罗提醒咱，莫阁做囡仔，莫阁遐尼自我做中心，莫阁是遐尼欠缺定性。无稳定，容易受影响。过来咧，莫阁是安尼，毋知影家己真正爱的是啥物，毋知影家己做即项代志，你的目的是啥物？这保罗为虾米特别提醒即点？莫阁做囡仔，莫阁是遐尼容易，就互外口的代志来影响。因为初代教会面对的就是真多奇奇怪怪的邪说，真奇怪的信仰，即个偏差信仰，甲信仰相离的教导伫中。煞初代教会遮的基督徒，迄当阵因为安尼。面对着教会生活真大的问题，有人安尼讲，有人安尼讲，但是真罕地去思考耶稣基督安怎讲，拢是即个人讲这，迄个人讲这，袂去想讲圣经安怎讲。所以保罗讲，莫阁做囡仔，就是即个意思，莫阁做囡仔。尤其伫灵命顶面、伫信仰顶面，莫阁做囡仔，遐尼容易就互人拖去。咱爱知影圣经安怎教导，咱爱知影信仰的原则是怎样，咱爱知影圣神伫我的内面安怎做工，互我哪来哪行，爱哪下伫圣经的教导。所以。今仔日咱也听到讲，使徒保罗用一个身躯来比喻咱的信仰团体，比喻一间教会，就是亲像一个身躯，一个身躯有真侪机体，但是这个身躯爱哪来哪用。必须爱真做亲像运动员的身躯共款，咱爱真做一个有锻炼的身躯，一个经过锻炼的身躯较会用。身躯用加减机体，拢会有小可找着即个小可绊倒会受伤，但是你若规个身躯有用。你的体能好，安尼小可机体的伤，无算啥物。你若身躯无用咧，你知影蜂窝性组织炎，迄人会死哦。有时阵，你若身躯抵抗力无好，规个身躯的体能、健康的状况较歹，你简单挂着蜂窝性组织炎。佮延误就医，也是讲即个抗生素治疗无效，咱知影蜂窝性组织炎是有可能会致命的。这就是讲到一个身躯有真多的机体，咱拢是机体，但是咱的即个身躯敢有用，身躯敢有经过锻炼。所以对伫教会来讲，啥物叫做锻炼咱的身躯？体能训练，啥物是咱教会的体能训练？这就是咱教会例行的真多的事工。咱事工推动，咱的事工，咱礼拜的逐项的代志，咱兄弟姊妹来参与。这就是对伫教会的体能，即个体能锻炼。你有锻炼，咱身躯就哪用？所以鼓励咱大家，应该咱在座大家应该拢有参与教会的事工，
鼓励咱拢来参与教会的事工。你若愈无参与，久了后，你会感觉就亲像讲，你以前拢有运动，停一段时间会安怎？咱知影通常就是开始体重增加，开始身材变形，然后你会感觉讲体能变不好，行路无5分钟就伫遐喘啦。以前我有运动的时阵，毋是安尼啊。所以咱诚做一间教会，咱身躯爱有用，爱有用就是咱有锻炼，有体能训练。啥物叫做对伫教会来讲上好的体能训练？就是咱事工的推动，咱大家做伙来参与事工的推动。有事工推动的教会，就亲像有经过锻炼的身躯。这个身躯不只是搁较臃肿，咱有运动就知影，肢体活动，你若愈运动，你肢体活动越来越协调。你若久无运动诶，连行路倒骹拢会踏着正骹啦，甲你讲。你若无运动，肢体就会变得不协调，然后咧，就机体揢来揢去，就是安尼。所以咱正做一个身躯，咱爱第一伫咱教会事工的推动。伫遮讲事工的推动，就是咱教会运作所需要做的。所以莫想讲事工推动就是爱事业做偌大，毋是。咱教会摒扫啊，亲像咱今仔咱每一礼拜共款安尼，清气，环境清幽，安尼就是事工推动。咱礼拜顺序，咱拢真照起工来，这就是事工推动。咱圣歌队练习，咱真正拢照起工来做。有练歌，咱献诗进前拢有练歌，然后练歌咧，拢会事先练，佮才煞要献诗的，咱拢有咱的练歌的计划，咱司琴拢有照起工来做，这就是事工推动。所以弟兄姊妹，咱基督徒是通过共同的信仰使命来得到合一，这是因为圣神伫咱的中间，圣神做工，互咱愿意投入，圣神做工，互咱肢体会有更较好的协调。圣神做工，也互咱基督徒的生命会当因为咱共同的信仰甲使命，互咱生命更较丰富。圣神带互咱丰盛的生命，是超越咱自我做中心。圣神所授予互咱丰盛的生命，是用服务上帝，服务众人，成做咱生命的焦点。所以愿咱拢会当伫圣神的中间，咱做伙活出信仰使命。咱做伙额头来祈祷。主悲满满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搁一遍来思考，就是你所授予阮的圣神怎样伫阮的中间来做工，互阮活出共同的信仰使命。主啊，但是阮活伫即个奉主你的名来设立的教会中间，阮伫团体生活中，阮常常也会拄着人甲人中间的问题。但是主啊，当阮靠着主你的圣神来重新思考阮生命的意义，思考阮伫你的呼召的内面，阮生活的目的是甚物的时阵，阮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时时刻刻教导阮、帮助阮，互阮学习到就是彼此相宽容，彼此相好款待，用主你的疼来彼此相疼，互阮学习
伫主你会听的中间，阮看见阮身躯边的人，拢有主你的应许。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互阮伫教会事工推动的中间，互即个身躯哪来得到勇壮，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也会当成做健康的肢体。恳求上帝你带领阮，帮助阮。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的正道，甲勉励。是啊，咱要来回应，咱要唱圣诗485，主掌阮互相接纳。圣诗485，主掌阮互相接纳，亲像你接纳阮，甲阮做兄弟姊妹，建立三疼模范。恳求你点阮中间，赞阮信心坚定，愿望受完全接纳。实现疼痛人生，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主赞阮互相接纳，亲像你接纳阮，甲阮做兄弟姊妹，建立三疼模范。恳求你点阮中间，赞阮信心坚定，愿望受完全接纳，实现疼痛人生。主叫你甲阮学习日常生活中间，追求伫人生路途险险，慢发展。主赞阮关心别人无分，本个我帮，无论谁声关将叫风起好吹他谈。求主接纳改变阮感动，坚定心志，他日伫现实中间用听，实实真理，尊盼你接纳无有的高情愿心福，最多领受你下面享受的快乐。今日要有多人脚步得到安慰，期待受尊重接纳，得到美宝公义，用心的眼光风化，传输坚定信心，求主信心来更新，在帮咱的合意。请坐，这条咱们来奉献，咱请玉洁执事甲静安执事来书献。
即点咱来看招报，先开招报，我来报告。咱欢迎咱的有老朋友伫咱遮，咱也继续来参加咱的礼拜，咱也欢迎。第一点，咱后礼拜7月16有文字事工纪念主席陆张礼牧师，教会张牧师就要代表台湾教会广播社前来本会请安报告加证道。咱本会牧师也要前往陆张礼教会请安报告加证道。第二点，七星中会第72届第32回将伫7月17上午10点，要伫石子长老教会举行。叶牧师甲本人要代表咱本会来出席。第三，咱对9月份起，每月的第一礼拜的拜六上午10点，将要伫礼拜堂开设插会的班，由插会老师蒋老师担任老师来学费全免，花材费用来家己付。报名咱请甲秋妹执事第四点，有探访需要甲愿意开放徛家举行家庭礼拜教会兄弟，咱请甲牧师也是中心来联络来安排。第五，咱鼓励教会兄弟出席伫教会礼拜拜五暗时的查经祈祷，并查考范围是旧约的创世纪。咱拜六后礼拜的主日礼拜，张牧师的题目是像囡仔一样，咱经文是马太福音18章第19、15节，圣诗是22、319、390，咱启用文是31。咱的金句是马太福音18章第5节。咱来看倒评聚会活动。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咱圣歌队是上午8点45分。咱拜五7点半有查经祈祷会。咱要查的是创世纪18章16、19、19章38节，上帝的公义甲罗德拯救。咱看圣工的分担，咱招待今日肃清者甲槟榔商，插花是秋妹执事，清扫是宴庆者。咱后礼拜讲道是陆张礼牧师，张牧师来讲道，司会是杨长老，司琴是玉洁执事，领唱吴永兄，司宪指南执事甲民兵执事，招待是谢宝济苏长老，插花是杨长老，清扫是秋妹执事。咱来看顶周的礼拜的人数甲奉献，咱请家己来看，若有错误，请甲过继来订正。即条咱来看正评下骹，咱的本周的金句，我先读一遍，咱台语读2遍，华语也读一遍。总是用恩典，互咱逐人是照基督恩赐的分量，正。总是用恩典，互逐人照基督恩赐的分量。总是用恩典，互咱逐人是照基督恩赐的分量。我们个人蒙恩是照基督所两个人的恩赐。以弗所书4章7节。而且咱也咱教会到即马咱对牧师甲牧师来。咱也得到侪的牧者甲咱关心无论透过脸书，还是伫我有意无意拄着一寡属灵的长辈，咱有透过真侪咧甲咱讲，真关心咱的教会毋干那一个尔所以咱也真感谢咱教会伫遮，咱到即马咱的顺序我想咱佫有较大的时间，都照牧师讲要互人来看。当然，咱看起今仔日的信仰，就是共同的信仰的尊名。当然，伫中执会甲牧师咧思考的当中，要做一个会当互咱会友，有当要真满意，可能也是爱透过上帝的怜悯啦因为咱的恩赐有限，有当时咱嘛真惊讲安尼做是毋是有无适当，所以有当时毋敢做，也是要安怎做，拢是伫咱的讨论内底有真大的挑战，所以
咱嘛毋望兄弟会当伫咱生活当中为教会的忠实，为咱教会事工，搁来要安怎进展的方，互咱教会搁较好的和谐，就像牧师今仔上咧讲的讲，有共同的信仰与使命。因为咱若无共同、无合一的时，头咧火车头咧走，后壁咧扭，咱当然嘛是真忝吼。但是当然上帝拢有好歹伫咱的中间吼。当然有好歹伫咱中间，咱较知影去珍惜，才去宝贵吼。毋望咱透过咱兄弟的同心，而且咱也共同勉励互相来鼓励吼。一条咱要来唱上营402首，上营煞咱要请牧师祝祷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过保护。假使阮言行谦卑死正，但愿逐日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灯，对超找引述失败的人。这是我人生的迫切愿望，请咱起立来吟。咱吟一遍就好。恳求主领带我脚步，若无我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过保护，假使阮言语欠你是正，但愿逐日遵守你诫命，互阮伫黑暗中做光灯。咱着爱伫共同的生活中间，做伙来敲找咱的信仰使命，爱照着上帝的话来行。愿上帝的圣神、伊的恩典、伊的疼痛，伫咱的中间来成长，互咱的教会会当伫每一遍的聚会中间，咱做伙来见证上帝的慈悲疼痛，甲伊极大的恩典伫咱的中间。愿主耶稣基督的圣神，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敌无停。阿门。Amen.